讲到这强烈风台凯米这部风款，甲台湾规个是打掉的。气象署继续对全台湾发布大水预特报，特别是中南部的山区，还有宜兰花莲呢，拢爱注意这超级大水雨。如果深假了后，风台中心会对宜兰花莲来登陆，到时阵将有可能会出现14级到15级的强阵风。气象专家也提醒讲，这风台下望拉索或者是蛇库，拢将有可能和这大风雨的时间拖搁较长。强烈风台凯米环流80，暴风圈打伫台湾各地风雨继续增强。气象署提醒，风台登陆进前受地形影响，路线可能出现偏激或者是短时。拜3尾到拜4透早，宜兰北花莲地区会受风台正中心强风大水雨影响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台风它的路径并不是直线的运动，而是呈现有点摆荡的情形。尤其在过去2个小时，受到台湾地形影响，中心的位置有略微往南偏移，并且速度减慢的状况。民间天气公司分析，风台这时阵动向真关键，地流或者是短时，让雨季的风雨时间延长。按照拜3报名到拜4透早，登陆宜花交界了后，中心的进入海峡北部，拜4之时登陆中国福建。风台过境牵动西南气流配合台湾地形体悬，会在中南部山区带来真济雨量。进来了之后的话，也很有可能受到地形的影响，它的速度也会再慢一点点。所以说，它整个拉长了之后，再加上它引进西南气流环流又够大，它跟台湾地形之间的交互作用够明显，它就会导致雨量的这个情况会更多。气象署将对全台各地发布大水预特报，其中台中到屏东、宜兰花莲等9县市拢有超大水雨发生的机会。中南部山区总雨量可能有1800伏米。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社群网站示警，伫台湾西南边延伸通过8所海峡有一条对流加旺盛的雨带，这是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季风的复合带。当年莫拉克风台就是亲像这种的雨带，连续影响南部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